歡迎大家嚟到奧海城出席惜食堂 Construction Hong Kong 風扇灌愛心嘅啟動禮。惜食堂一直秉持住停止浪費、解決飢餓、以愛相連嘅使命，透過不同嘅項目同服務實踐惜食嘅理念，將剩食轉化為溫飽，將愛傳俾有需要嘅人。今年我哋有嚟自唔同界別組成4支參加嘅隊伍，動用咗超過120個義工，用咗10個鐘頭入邊，用咗接近3萬罐罐頭，組成4件超級大特色同埋巨型嘅作品出嚟。今年風扇灌愛心嘅主題係夢想樂園。今日展出嘅4座罐頭藝術作品，合力描繪咗一個冇浪費、人人都能夠溫飽嘅美好願景。匯豐銀行慈善基金已經連續2年支持 Construction 籌款活動，同舊年一樣，今年每件作品都好靚。明年亦係匯豐160週年，我好期望同 Angel 一齊慶祝呢個咁重要嘅 milestone， 實現香港人人有飯開嘅夢想。1、2、3，耶！Construction Hong Kong 2024風扇灌愛心正式啟動。